林樂培之後 Inspired by Domain Name 係由演藝作曲系主辦嘅創意協作計劃，由演藝年輕作曲家喺計劃當中研究同埋學習林大師嘅作品風格、作曲技巧同埋藝術意境，再以大師生前作品為基礎，為音樂會製作全新嘅樂曲。林大師俾我最深嘅印象呢，就係佢嘅勇氣啦，同埋堅持。咁佢當時呢係力排眾議呢，就將呢個新音樂帶嚟香港。咁我呢首作品呢，都係想呢承襲佢嘅勇氣啦，嘗試一個呢我未創作過嘅題材，就係一個幽默嘅作品嚟嘅。咁我亦都呢堅持呢將一個我未接觸過嘅戲劇嘅元素呢擺落個作品裏邊。大師最影響我嘅地方呢，就係在於佢嘅實驗精神啦。咁好多年前將西方交響樂團嘅編制又放喺東方嘅中樂團身上啦，咁從而令到中樂團有更多聲響上嘅變化。咁今次我嘅作品入邊呢，亦都融合咗西方同東方嘅樂器，咁從而創造出一個全新嘅聲響。今次呢一首電子作品呢，係參考咗林大師秋決入邊嘅第4樂章去創作嘅。而聲音素材方面，我係用咗 Arp Odyssey 呢個電子樂器去創作成首嘅音樂嘅。今次創作嘅作品啦，咁亦都有參考咗林大師一啲嘅創作手法啦，例如係我哋講嘢嘅韻母啊、語調啊。其次呢，中樂嘅可能係噪音嘅演奏啦，或者係一啲即興上面嘅處理呢，我亦都有放咗喺今次嘅作品入邊嘅。咁喺我呢首嘅作品《風之聲》裏邊係運用咗林大師昆蟲世界裏邊嘅 material， 例如佢喺音色上面啦、節奏上面嘅運用啦。咁我運用咗無伴奏合唱 a cappella 嘅形式啦，去到營造蜜蜂嘅形態同埋一啲聲音嘅效果啦。咁我今次創作嘅呢一首作品，主要參考嘅就係林大師嘅一首合唱作品《塵埃不見咸陽橋》嘅。我好中意佢入面用古詩入面嘅字句啦，去做一個重複有節奏性嘅 pattern。然後另外一樣好似接龍咁樣，一個傳住一個啦，咁樣輪流咁樣唱嘅一個做法。咁我自己覺得係相當之有趣啦，所以我都將佢擺咗落我自己嘅作品入面。呢首作品嘅靈感係來自林樂培大師嘅一首大型中樂作品《秋決》嘅第3樂章。每當提及香港當代音樂作品嘅時候，我都會同我啲學生、我啲 choir member 介紹林大師嘅《昆蟲世界》同《秋決》。當佢哋聽到第3樂章個哭腔演繹，佢哋都會覺得有啲寒。我記得當我嘅團隊 The Serenade Singers 第3次 rehearsal 我呢首作品嘅時候，練下有人同我講，越練越凍，越唱越寒。希望演出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帶出喺刑場上邊呢一個氣氛同埋畫面俾大家。希望藉着呢一次機會，將我哋呢一輩從林大師身上學到嘅音樂同埋藝術承傳落去。5月13日晚上7點喺演藝學院演奏廳，用我哋嘅音樂向林樂培大師致敬。